哲學家尼采講過，對待生命，你不妨大膽冒險一啲，因為最終你會失去佢。呢句話對我有好大嘅影響。當年讀醫嘅時候，其實冇諗過未來要做無國界醫生嘅。轉捩點係中途有一年去咗日本讀日本研究，認識咗好多好有趣嘅人，發覺呢個世界好大，做人最緊要係活在當下。畢業之後做咗幾年急症，我就膽粗粗咁去報咗無國界醫生。急症室醫生嘅經驗好有用，但係遇到病人真係需要手術嗰陣時咧，就會無能為力啦。返到香港之後，我做咗一個好重大嘅決定，轉讀麻醉科。雖然要重新訓練6年，同埋要儲返啲經驗，但係咁我先至可以幫到要做手術嘅人。我相隔咗10幾年之後，先至再參加無國界醫生。而我覺得而家自己已經 ready 啦。喺未來嘅日子，我準備每一年去參加一次人道救援工作，幫助更加多嘅人。我由 Form 1就認識阿 Ben， 再一齊入醫學院嘅。佢一直無畏無懼，好用心咁做一個好醫生。施比受更為有福，希望佢繼續過一個充實而有意義嘅人生。我最近一次就係喺今年去咗加沙，做咗6個星期嘅醫療任務。當時嘅資訊其實唔係太流通，我只係知道當地人受住戰火嘅影響，希望可以幫佢哋減少痛苦，為受苦嘅人帶來少少嘅改變。佢係一個無私、無所畏懼同好叻嘅醫生，希望佢每一次都揾到一啲新嘅行醫體會。老公，我為你感到驕傲。我從來都唔覺得自己偉大，我只係行咗一條比較唔同嘅路。我希望人哋記得我會係一個活得比較有趣嘅醫生。